你有冇曾經經歷過喺你嘅心裏邊不停咁樣問，神係咪想藉住呢件事教曉我啲乜嘢呢？定係呢個係一個懲罰？你有冇試過含住淚咁樣問神，神啊，就算我唔明白，都求你幫助我信靠你。神啊，就算呢個環境係毫無道理，都求你賜俾我信心，堅持落去。神嘅話語就喺個時刻對我哋說話。喺箴言第3章5至6節話，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呢一個係一個邀請，放低必須要知道所有答案嘅執着，全心信靠神，就算喺唔明白點解嘅時候，仍然相信佢；就算喺痛苦入邊，仍然抓緊住佢嘅應許；就算喺冇任何明顯答案嘅時候，仍然選擇信靠佢。信心最大嘅阻攔之一，就係我哋人類最鍾意將一切搞清楚嘅本能。我哋想連起所有嘅線索，想睇到全盤嘅計劃，想理解每一個試煉背後嘅原因，令到我哋嘅心可以安穩落嚟。但係事實上，我哋係有限嘅受造物，要想理解嗰位無限全知全智嘅神，老實講，我哋嘅理解係好有限嘅，我哋嘅推理係有缺陷嘅，我哋只係睇到砌圖嘅一小部分，但係神卻看見整幅嘅圖畫。所以喺我哋生命嘅旅程，我哋嘅禱告要由神啊，求你解釋俾我聽，轉變成神啊，就算冇解釋，都求你幫助我信靠你。因為真正嘅平安唔係來自知道所有嘅答案，而係來自認識嗰位掌管一切答案嘅神。即使我哋睇唔到全盤嘅計劃，所有嘅細節，我哋仍然可以安息喺呢個真理裏邊。神喺度主導我哋生命中嘅一切，每一次考驗，每一座大山，每一個哥尼亞嘅挑戰，都係神嘅目的。喺神嘅手裏邊，冇一件事係會被浪費嘅。神會利用美好嘅季節，亦都會利用艱難嘅時刻嚟到塑造我哋嘅品格，加深我哋嘅信心，而且令我哋更加親近佢。可能我哋唔需要一直追問點解，而係學習禱告。神啊，願你嘅旨意喺我生命中成就。即使生命睇落去好似崩潰，但係仍然要相信，神仍然為我哋嘅益處而工作。神係信實嘅，佢嘅信實唔取決於我哋嘅環境係咪順利，係咪陽光普照，定係暴風雨中，佢依然信實。喺羅馬書第8章第28節話，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，就是按他意旨被召的人。萬事唔單止係祝福、應允嘅禱告，或者係得勝嘅時刻，仲包括咗等待、失望、心碎，甚至乎嗰啲出乎意料嘅爭戰。如果神容許風暴臨到，亦都係為我哋嘅好處；若果神傾倒祝福，亦都係為我哋嘅好處。若果神容許仇敵追趕我哋，就好似法老嘅軍兵追趕以色列人，佢仍然為我哋嘅益處而工作。紅海並唔係故事嘅終點，只係神大能彰顯嘅舞台。有時神賜予我哋考驗，係要俾我哋親身經歷佢嘅大能，喺無處可走嘅地方仍然可以開一條路。有時神容許仇敵包圍住我哋，係要俾我哋親眼睇到神喺敵人面前為我哋擺設筵席。有時神容許黑暗停留，
係要讓神嘅光比我哋想象嘅更加明亮咁樣照耀住。信靠唔係喺舒適中建立嘅，信心亦都唔係平順嘅路上邊可以被鍛煉嘅，忍耐更加唔係喺輕鬆嘅季節嗰度被培養出嚟嘅。我哋同神嘅關係往往喺生命最唔明白嘅時刻被深化嘅。當禱告似乎冇回應，當我哋無所依靠，就只能夠找住神嘅應許。呢個就係信心扎根嘅時候。當生命安好，我哋要感恩讚美佢。當我哋順境嘅時候，千祈唔好忘記咗神，因為同一位神不但喺陽光之下賜予喜樂，亦都喺風暴中緊緊托住我哋。當風暴真係嚟臨，你想要嘅結果並唔係你所祈求嘅。當工作失去，當遭背叛，記住神冇離棄你，神亦都唔係殘忍咁樣懲罰你，神亦都唔係對你漠不關心。即使你睇唔到，神仍然為你嘅益處寫下故事。信心唔係扮一切都好，而係喺風暴中仍然可以話：神啊，我唔明白，但我仍然信靠你。我唔知道結果，但係我知道你係掌權嘅。有一日喺今生或者永恆裏面，你會睇到整幅嘅圖畫，會明白每一個試煉背後嘅原因，每一滴眼淚都被紀念，每一個禱告，無論結果係點，都被嗰位愛你嘅神親自聽見。喺嗰日來臨之前，站穩，繼續信靠，繼續前行，繼續禱告。當一切塵埃落定，你會發現，無論喺陽光或者風暴嘅季節，神始終係信實嘅。佢從未離開你，佢一直都喺度，一直都喺度為你嘅益處而工作。而家讓我哋一齊安靜落嚟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好感謝你賜予我生命，賜予我盼望同埋真正嘅平安。我選擇將一切放喺你嘅腳前。神啊，願你嘅旨意成就喺我生命中。如果你嘅旨意要讓我經歷呢一場風暴，求你賜我恩典去承受，因為我知道你與我同在。求你讓我專心仰望你，一步一步跟隨你嘅腳蹤。神啊，教導我相信你嘅旨意比我自己嘅更加緊要，你嘅計劃比我嘅更加美好。神啊，你嘅名係聖潔嘅，係至高無上嘅，你係萬王之王，萬主之主，萬膝都要跪拜你，萬口都要承認你係主。今日我讚美你，唔係你所為我做嘅一切，而係因為你就係嗰位神，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屬你的，直到永遠。神啊，感謝你深厚嘅愛，當我迷失嘅時候，係你嘅愛揾到我；當我破碎嘅時候，係你嘅愛抱緊住我；當我無力嘅時候，係你嘅愛扶持住我。呢一個係一份無條件、無止境、無限量嘅愛。神啊，感謝你嘅信實，你已經裝備我所需要嘅一切去行呢一條路。當恐懼想奪走我嘅勇氣嘅時候，神你將勇氣放喺我心入邊。當我喺十字路口嘅時候，神你賜予我智慧。當我被混亂包圍住嘅時候，神你賜予我平安。你嘅話語係我生命中嘅錨，係我嘅盾牌，係我嘅供應者。你唔單止俾我夠用，仲俾我超乎我所想所求。當我身體需要醫治嘅時候，心靈需要恢復，或者當我面對危險或者風暴嘅時候，我知道我可以仰望你。神啊，你絕對唔會拒絕我。今日我將我整個生命同我嘅需要都交託俾你。當我心情沉重嘅時候，
係你提醒我，你嘅擔子係輕省嘅。當我感到破碎嘅時候，讓我睇到你正在為我工作。當我感到空虛疲倦嘅時候，求你以聖靈充滿我。當我迷失方向嘅時候，求神你嘅話語成為我腳前嘅燈，路上嘅光。神啊，求你嘅愛完全覆蓋同埋醫治我過去嘅傷口，讓你嘅憐憫滲透我心入邊每一個痛苦嘅角落，讓你嘅真理靜止所有嘅謊言。神啊，求你嘅寬恕取代苦毒，用你嘅喜樂取代哀傷，用信心取代恐懼。聖靈啊，我邀請你進入我生命嘅每一個角落，帶領我走向一個以基督為根基嘅未來，賜予我每一日嘅力量，幫助我放下過去，進入你為我預備嘅自由，讓我嘅眼目可以定睛喺耶穌身上，更新我嘅思想，復興我嘅靈。神啊，我心中有一啲不安嘅地方，求你賜下平安。喺我並未痊癒嘅地方，求你賜我醫治；喺我軟弱嘅地方，求你加添我力量；喺我懷疑嘅地方，求你建立信心。神啊，用你同在充滿喺我生命嘅每一個層面，移走嗰啲將我捆綁嘅痛苦記憶嘅傷痕，讓我明白呢啲經歷會成為我嘅力量同埋智慧嘅來源，令我更加似你。神啊，我站喺你嘅話語約翰一書第4章第4節嘅應許上，那在我裏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呢句話提醒我，耶穌你已經將剛強放喺我裏面，令我能夠勝過困難，抵擋誘惑，堅持到底。神，你係我裏面嘅能力，遠遠勝過一切攻擊我嘅勢力。我歡喜快樂，因為勝利已經屬於你。我感謝你嘅憐憫帶到我走到今日，亦都相信你嘅恩典會繼續帶領我向前。神啊，讓我堅守信心，學習憑信心而行，而唔係憑眼見。無論係晴天定係陰天，我都係讚美你。求你讓我能夠成為你良善嘅見證。神啊，我係屬於你，我係你嘅兒女，我頌讚你嘅聖名。以上嘅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如果一個禱告能夠觸動你嘅心，歡迎你留言打阿門作為信心嘅回應。願耶穌基督嘅恩典與平安時刻與你同在。